21章，王的心伫上主的手中，亲像水流，照上帝所定的方向伫流。人看家己的行为做对，毋顾上主审查人的动机，秉公行义，比献祭搁较会得到上主接纳。目悬心骄，是歹人伫炫耀家己，拢是罪。人斟酌计划会富足，匆忙做代志，一定至到欠过。人用诡诈得到的财利，亲像扑云，真紧就消失。歹人的强暴会害死家己，因为因毋肯实行公义。罪人的路弯曲，纯洁的人的行为正直，宁可踮厝顶的角头，嘛毋甲吵闹的妇人做伙住大间厝。歹人的心意爱邪恶，厝边得袂到伊的关爱。自高自大的人受刑罚，戇直的人会得到智慧。智慧的人受教示，因会得到知识。公义的上帝监察歹人的家，甲歹人车倒到灭亡。塔捌耳孔，毋听善车人哀求的，伊将来求救嘛无人要插伊。暗中送礼会煞受气，秘密贿赂会煞大受气。秉公行义，互好人欢喜，却互歹人惊吓。偏离明理的路的人，会甲阴魂做伙住。爱奢侈的会散车，爱宴乐的袂好惹。歹人会做义人赎回的价钱，奸诈的人会做正直人的替身。宁可踮旷野，嘛毋甲吵闹歹性地妇人做伙住。智慧的人厝内积住过去的米，戆人真紧就算了了。追找公义甲仁慈，会找到性命、繁荣甲尊荣。智慧的人爬上勇士的城，拆毁因所倚靠的堡垒。约束喙甲舌的，会保守家己免受灾害。骄傲自高的人，名叫做愚慢，伊做代志猖狂。贫惰的人会互家己的欲望害死，因为伊的手毋肯做工。有人规日贪心不知足，义人慷慨施舍。歹人献的祭通掩枉，何况伊存歹意思来献。做伪证的人会灭亡，照实做证的，无人会当甲伊辩倒。歹人面皮厚，正直的人行达谨慎。人的智慧、聪明甲所有的策略，拢袂当对抗上主。马是为着交战的日准备，毋过胜利是上主的决定。